廉潔係可持續發展嘅基石，建設廉潔之路係國家支持高質量共建「一帶一路」嘅8項行動之一。當中，國家同合作夥伴推出「一帶一路」廉潔建設高級原則，建立企業廉潔合規嘅評價體系，並連同國際組織合作開展廉潔研究同埋培訓。香港擁有一國兩制之下，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。廉政公署喺過去嘅半個世紀，致力打擊貪腐，累積咗寶貴嘅反貪經驗。廉署通過貫徹走出去、引進來雙軌嘅策略，與國際嘅反貪嘅夥伴，特別係「一帶一路」嘅國家分享反貪經驗，為全球嘅反貪事業作出積極嘅貢獻。廉署一直主動走出去，與「一帶一路」國家合作交流。喺中央人民政府支持之下，廉署喺2024年成立香港國際廉政學院，透過親身了解個別地區嘅現況，為當地嘅反貪機構人員舉辦有系統、具策略性嘅培訓課程，提升各地機構嘅反貪能力。廉署亦都同好多國家簽訂合作備忘錄，強化反貪嘅協作，推動具體嘅項目，進一步拓展國家「一帶一路」倡議下國際朋友圈。我哋嘅足跡至今已經覆蓋東南亞、中東、非洲、南美、中亞同埋歐洲。同時，廉署又積極引進來，推動國際反貪協作，構建交流平台。過去幾年，我哋舉辦咗廉政公署第8屆國際會議，凝聚超過500位嚟自60個司法管轄區，包括40多個「一帶一路」嘅國家嘅180個反貪機構代表，分享反貪嘅知識同埋交流經驗。我哋亦都聯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簽署合作備忘錄，推展不同層面嘅合作，包括2025年首次合辦亞洲青年反貪腐程式設計馬拉松，吸引嚟自亞洲14個「一帶一路」國家同埋地區嘅青年參與。另外，我哋亦都為海外嘅反貪夥伴安排到內地考察，實地視察國家反腐工作同埋社會嘅發展。廉署嘅工作獲得各個反貪機構同埋國際嘅組織嘅肯定同埋認同。未來，廉署會繼續積極發揮香港內聯外通嘅獨特優勢，助力國家「一帶一路」嘅倡議同埋發展，配合國家反腐嘅政策，同步深化同海外反貪夥伴嘅合作同埋交流，共結廉潔絲綢之路，向全球推廣國家同埋香港嘅廉潔故事。